大家好，我哋今日會為大家介紹香港國安法。咁首先就等我哋講下咩係國家安全啦。咁其實國家安全就係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同埋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都可以永續發展，同埋國家其他重大嘅利益都相對處於冇危險同埋唔受內外威脅嘅狀態，仲有保障持續安全狀態嘅能力。接咗嚟就等我講下國家安全如何守護香港啦。首先，佢作為一個經濟防禦網，可以強化金融體系嘅穩定性。另外，作為一個法律屏障，佢可以築起防線，明確咁樣禁止分裂國家嘅行為，同埋阻隔外部勢力滲透。最後，佢作為教育防禦網，都可以喺全港學校推行國安教育課程，為下一代建立思想免疫。另外，亦都培養咗愛國愛港嘅新生力量。喺希望方面，國安法為廣大市民提供咗更廣闊嘅發展機會，學生擁有更多嘅升學機會，而青年就有更優良嘅就業前景，而香港嘅人才都具國際競爭力。與之同時，港區國安法提供咗一個含有多元文化嘅環境，令到學生可以從中成長。而正正係港區國安法帶俾我哋嘅支持，令到我哋有底氣不斷探索、追尋夢想。最後就等我嚟同大家做個總結啦。國安法嘅實施象徵住國家對香港嘅堅定守護，為呢座城市嘅未來注入希望。社會秩序得以恢復穩定，經濟、科創等領域都煥然一新。作為一名學生，校園重返安寧，我哋得以喺國家發展嘅機遇中成長，未來貢獻社會。因此，我哋都心懷感恩，正視有國家嘅守護，令我哋擁有安穩嘅生活，以及邁向夢想嘅底氣。多謝大家。